小正人西，啊，人着遮尔啊生意啊，你安尼歹夹夹是咧歹安怎啦？你是管偌济啦？才150块尔，讲到袂输150万呢。来，200，体去免走。夹歹夹，我靠！好菜摊讲好看安尼啦。啊，你管！这戏内底吼有一个吼一直咧立钟欣凌菜芳啊，一直立袂到的一个一哥。虽然是无关，无了一哥伊是啥物个性？伊是一个吼，基本上是寂寞的老人，足热情的，爱唱歌，啊真寂寞，啊对彩香的爱那么多年了，完全是看在心里面，而不是看外表。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啦，哈，阿妈哦已经等呀。啊？靠腰啊，白人啦，爱最大啊，爱最大，爱最大。啊，处理啊！我觉得大美她特别是在于她的感情观跟现在的女生哦，可能会有点，就是会有点非常大的反差。看你介意啥物款的啊，我拢有办法满足你。我跟你讲，有酸甜苦辣，啊，搁有烧的甲冰的，唔知你敢有迄个胆，甲试过未？拢来，就你遮的物件，拢跟我来。只有我家有保养无？你这人点菜拢安尼讲话嘛？直接炒饭吧。这个问题是问什么就忘了。那大美她就是跟小奥完全有非常强烈的对比，就是要告诉女生，其实你也不一定就是为了爱情啊，为了婚姻啊，然后就埋头苦干，完全付出。相较之下，大美她是一个自我主义比较强势的，她觉得她需要什么，她就去追求，我没有必要把时间都花在别人身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快就融入上云这个角色，他让我跟空气谈恋爱，而且跟空气互动，跟空气娇羞。What is your emergency? 哎呦，我们接不不会好不好？你就给导演钱，他就不会很咖啦。我觉得如果其实最后仙姑跟富贵谈恋爱的话，这反而是一个很正向的导向。谁说有绳子的女孩就是不能怀孕、谈恋爱、结婚？你们都错了。然后慧玲姐默默回我说：“然后编剧再想想。”我们剧组要来你们这边拍，他说我知道啊，是杨丞琳嘛。我说不是呢，是周欣凌。反正都熟，不是啊，都零嘛，都熟，都可以啦。